去睇今日個題目叫做咧走進你嘅客西馬尼。其實咧，我哋每年嘅月委會咧都好喜歡將耶穌在世嘅時候，佢同佢嘅門徒一齊所經歷嘅事蹟，一齊嘅嚟讓我哋大家嚟到去體驗一下。我記得咧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講到洗腳，我哋講到咧能夠喺一個嘅彼此嘅能夠互相建立嘅環境嘅底下。2024年舊年嘅時候，我哋再進一步，究竟做過咩嘢㗎？而家同彼得嘅嗰個嘅對話嘅當中。今年我哋咧就進到去喺呢一個嘅最後嘅晚餐過後，耶穌就喺客西馬尼呢度，我哋嚟認識到耶穌佢嘅感受，佢喺當中面所面對嘅痛苦同埋掙扎，究竟係啲咩嘢？首先我哋可能需要先了解嘅就係乜嘢叫做客西馬尼咧？咁咧，如果我哋咧睇睇呢個圖嘅時候咧，就知道客西馬尼其實喺咩地方咧？原來咧佢就係喺呢一個耶路撒冷以東嘅地方，經過一條嘅一個谷咧，一條河咧，就叫做克倫谷，而至喺嗰度咧就喺個橄欖山嘅邊。呢個其實如果我哋頭先所聽到Nana 同埋Dennis 所同我哋讀嘅經文當中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睇得好清楚啦。就係當中裏邊咧描寫到呢個嘅地方咧係一個種橄欖嘅地方。客西馬尼呢個意思咧，其實用希伯來文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被壓榨出嚟，或者甚至乎講咧喺中節要經過咧一種好重重嘅壓力底下，先至能夠可以發揮出佢嘅有成果。咁個成果係咩嘢咧？就可能成為今時今日大家屋企裏面所用緊嘅橄欖油啦，olive oil，又或者成為今日咧好女士嘅化妝品上面裏面其中好重要嘅成員嘅嗰個嘅成分咧，都係咧 olive oil。嗱，但係聖經裏邊所描寫嘅耶穌，佢曾經喺客西馬尼園嗰度痛苦掙扎。喺呢個痛苦掙扎嘅過程裏頭咧，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經歷，就係佢經歷到嗰種嘅被門徒去出賣，痛苦掙扎內心嚟真係變得更加被出賣。頭先講過啦，橄欖或者客西馬尼，我哋可能覺得話，今日我認識係橄欖同客西馬尼就喺屋企樽橄欖油嘅啫，係真唔係？今日好多人都話，其實我哋人今日嘅世界，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喺一種被壓迫嘅狀況底下生活。有陣時係可能係周圍嘅人俾你壓力啦，工作壓力好大啦，老闆壓力好大啦，因為調翻轉有時咧，即係老闆做老闆都壓力大嘅，因為咧唔知道生意如何，唔知道經濟會如何，所以都有好多嘅壓力。退休嘅人士都有好多壓力嘅，你點樣去過生活？點樣去用我餘下嘅時間？仲有而家呢個社會許多嘅喺經濟上面嘅互相嘅嚟到去自私自利嘅剝削，你知道帶嚟喺呢個社會裏邊，好多人我哋都係生活喺一個被壓迫嘅一種狀況，或者我哋經常覺得我哋唔夠時間去用，我哋有許多好多要做嘅事情，永遠都做唔晒。耶穌基督喺呢個客西馬尼園所經歷嘅，首先佢嗰種痛苦掙扎嘅就係佢所愛嘅門徒，佢所帶領嘅呢班嘅門徒仍然沉睡，仍然冇好好嘅嚟到去把握呢個警醒，並且佢哋出賣，所以其中嘅猶大係就喺呢個客西馬尼園將佢出賣，以至後嗰個晚上，耶穌就喺呢個園裏邊俾人出賣。當我哋嚟到去讀今日所讀嘅經文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入到去裏邊，我哋會有可能有幾方面好重要嘅領受。但我希望我哋留心嘅就係耶穌呢一句説話，喺個禱告當中佢話：不要照我嘅意思，只要照上帝父神你嘅意思。呢個係我哋今日好想留意嘅一段經文。讓我哋嚟去問：當我哋走進到自己呢個客西馬尼園嘅時候，我哋會學到啲咩嘢咧？得到啲咩嘢？有4方面，我今日咧會喺當中裏邊好簡短同大家簡短嘅分享。首先第一係提到咧背叛與孤獨，呢個可能係今日有時我哋面對呢個世界我哋所經歷嘅一切，
第二方面嘅會係提到耶穌嘅人性，可以話客西馬尼園嘅呢個禱告咧係一個好着重描寫耶穌嘅人性。第三方面亦都提到禱告嘅重要。大家知道嘛？今年語堂我哋嘅主題係好強調禱告啊，所以我哋一定唔少得要提醒大家禱告嘅重要。然之後第四，信靠神。好似我哋唔係唔知神嘅旨意，不過我哋信唔信啫？呢個係我今日想鼓勵大家嘅地方。第一方面係背叛與孤獨。耶穌喺客西馬尼園，佢面對呢班嘅門徒，離棄佢，猶大背叛佢，出賣佢。耶穌深深嘅喺一種好孤獨嘅狀況底下，可以話呢種係一種孤獨感，係一種只係得佢一個人去面對嘅一種處境嘅裏邊。有關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嗰個嘅敘事，其實充滿咗耶穌佢內心一啲嘅情感去表達出嚟，就好似馬太福音26章38節裏邊，佢描寫話佢嗰陣個心係甚是憂傷，幾乎要死。耶穌所描寫嗰種嘅心情，你有冇試過啊？有冇試過？有陣時你覺得話神，我真係好似想死你，可能你話壓力好大，工作壓力好大，或者你覺得我一個人去生活，又或者我覺得我所面對緊嘅日子，雖然好似有人喺我身邊，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好孤單。其實當孤單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當人經歷孤單嘅時候，仲有一個好大嘅危險，就係人往往去錯誤去揾我，去錯誤去信賴某啲嘅人，信賴某啲人所講嘅説話，以致產生乜嘢？產生被欺騙、被訛騙金錢被人出賣。所以呢個其實耶穌所經歷嘅所謂背叛同埋孤單，我覺得的確係同我哋今時今日好多時候我哋嘅人生經歷當中裏邊去體會得到。當耶穌面對孤單嘅時候，佢內心裏邊就發出呢一種嘅呼喊。有喺我哋今日正如過去呢個星期，我哋咧教委會有機會加上琴晚我哋邀請弟兄姊妹嚟到同我哋一齊有同步靈修嘅時候，當我哋靈修完之後，我哋將我哋嘅祈禱文寫低，去到向主嘅禱告，向天父嘅禱告。當我寫低嘅時候，我發覺原來我寫低嘅時候，我再將佢成為我喺嗰個嘅禱告當中裏邊，喺嗰個聚會當中嚟到去 share 嘅時候，我覺得嗰個就同我心裏邊嚟到湧現浮現出嚟嘅嗰種嘅聲音，讓我真係可以達到父神嘅跟前。咁我哋過去1-2年工作，特別走訪唔同嘅地方嚟到去了解從香港而來嘅新移民佢所面對嘅種種嘅挑戰。而最近喺大概舊年年底咧，喺UBC 喺做一啲研究，去特別分析喺目前喺加拿大所在嘅香港新移民，佢哋所面對嘅挑戰係啲咩？佢列出有7大嘅挑戰，當中包括咗就業、居住、醫療、經濟動盪、文化疏離。每當我去到每一間教會，去同當中嘅一啲嘅教會弟兄姊妹，包括無論係新移民，又或者係老華僑，我去問佢哋嘅經歷，佢哋都同樣話俾我聽。最大嘅、最多時經歷嘅，其實反而係疏離。冇錯，好難揾工，係人都知。加拿大正所謂艱難，但係有錢唔等於一切，揾到工唔等於一切，有醫療有居住都唔等於一切。可能嗰個動盪也許都確係冇錯，特別咧未有移民身份嗰啲，就會更加感受到嗰種唔穩定性。文化係啊，唔係好識得講呢度嘅語言。做工嘅時候，甚至乎可能會俾其他啲同事嚟到去取笑、杯葛等等。但係佢話好多人同我講話，其實嗰份疏離感係非常之明顯。唔知點解嚟到加拿大就好多時會面對呢種嘅情況，所以我哋鼓勵，譬如我哋嘅教會，我哋鼓勵好多新嚟到我哋當中嘅朋友，多啲嘅參與喺我哋當中。有時嘅參與我哋嘅活動，參與我哋嘅聚餐都好，我哋都歡迎。藉住個機會，唔好讓我哋
負擔。更加重要就係佢學耶穌基督，佢點樣喺佢孤獨嘅時候，佢倚靠天父，佢將佢嘅焦慮，將佢一切嘅都帶到去上帝嘅面前，並且佢將個焦點放喺神嘅旨意當中。讓我一齊睇第二個，我哋喺當中可以發現嘅，點樣我哋能夠可以進到去我哋呢個客西馬尼，就係要懂得認識耶穌嘅人性。可以咁講話，耶穌嘅人性喺呢一段聖經當中，喺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當中係非常非常嘅明顯。許多嘅聖經嘅內容都會包括描寫到耶穌基督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佢擁有一切嘅權柄，佢能夠醫病趕鬼。但係唯有喺呢一段嘅經歷當中，喺耶穌面對呢個十字架痛苦嘅時候，耶穌嘅人性佢係非常明顯嘅表露出嚟。耶穌嗰種深切嗰份嘅憂傷，讓我哋明白其實人喺情感上面嘅掙扎並非係弱，所以鼓勵大家。有時當內心裏邊無論我哋有任何嘅感動掙扎，又喺我哋甚至乎想行、想流淚，呢個唔係弱，呢個唔係懦弱嘅表現，呢個反而喺呢段聖經當中俾我睇見，係一個非常之正常並且係值得被理解嘅一回事。耶穌佢曾經親身經歷呢啲嘅掙扎，佢讓我哋睇見到話佢嘅完全，佢係完全唔係關於佢嘅能力，佢完全更加係佢完全了解你我。當我理解到呢度嘅時候，我發覺我就諗起希伯來書第4章12節裏邊所描述。佢話我哋嘅呢位嘅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哋嘅軟弱，佢話佢亦都曾經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我讀到希伯來書呢度嘅時候，我喺心裏面諗到，原來我呢位嘅耶穌，我嘅救主，佢係我嘅神，但係佢同我好近，因為佢好明白，佢好了解。耶穌有嘅，我話係一份嘅同理心 empathy 呢個字其實係一個嘅意思係講話去帶入到情感一樣嘅意思，即係話去引入到去人嘅情感嗰度。所以提到就話有人嘅定義就係同理心係咩咧？就係話你對他人嘅情緒、想法、立場、行為等等係有一個真正嘅理解。乜嘢係真正理解？就係話當你能夠進入到人哋嗰個嘅角色，但佢係邊個？佢可能係一個單身嘅媽媽，佢可能係一個自細係被父母虐待嘅一個嘅細路哥，佢可能係成長喺一個破碎嘅家庭，佢甚至乎佢而家身體可能患有一啲嘅疾病，係佢都唔敢話俾人聽嘅疾病又好，甚至佢有心理健康嘅問題。你能夠去進入到喺佢嘅角色，你會問：咁如果我有呢個問題嘅時候，我會點？可能我哋嗰時會答：如果我係咁咧，我就有10個嘅理由、10個方法處理呢個問題。不過我話俾你聽，我哋先學習一樣嘢，讓我哋能夠去用同理心，就係話進入到人，當一個人佢面對種種嘅呢啲嘅頭先我所描寫嘅負面嘅可能性等，將會係一個點樣？可能我哋呢啲嘅從許多嘅故事、許多嘅新聞當中，我哋都可能已經聽過。耶穌基督佢有同理心，同理心唔係同情心，同情心係一時之間我哋有咁嘅情緒嘅爆發。好啦，我就銀袋攞啲錢出嚟幫助呢個有需要嘅人。但係同理心嘅係你絕對好明白，願意嘅同呢一個人去同行，你唔會去到指責、去批評點解你唔敢做，點解你唔敢做。相反嘅，你係有一種真正嘅基督耶穌嘅生命付出去分析。當我喺Winnipeg 就快要翻嚟之前嘅2晚，咁咧其實差唔多每一晚我都同好多當地嘅新移民咧，大家一齊嘅聚會啦、聚餐啦。咁去到當中裏邊見到一位嘅大概咁40零歲左右嘅一位嘅
傾偈嘅時候咧，覺得佢咧講説話都唔係有啲好多熟嚟嘅口吻，覺得佢應該都可能係耶穌，或者佢都唔係成日翻教會嘅人嚟嘅。同佢傾偈嘅過程當中裏面，佢同我講佢以前喺香港係做飛機工程公司。咁我記得我以前香港嘅工作同咩 Hackle 都有關係，就 Hackle 呢間香港嘅飛機工程公司。不過去到 Winnipeg， 我話好開心喎 Winnipeg，因為點解？一落機就見到 Winnipeg 咧係一個咧讀 aviation 最好嘅地方，即係讀咧航空學咧最好嘅地方。飛機工程啱晒你啦咁啊！講完呢幾番説話之後，先發覺佢嚟咗一段唔短嘅時間，不過都仲未見到工作。佢有啲唔係幾好意思咁樣就話：係啊，我都未有工作，所以咧太太同個細路哥仍然都係即係唔係好細啦，方面細路哥，咁所以佢自己都好擔心。喺傾談嘅過程當中，佢哋後尾理解到，原來佢2個星期之前信咗耶穌，不過傳道人帶佢信耶穌，所以佢咧今日嚟呢度。佢今日嚟呢度更加都話：我而家就揸住呢一份嘅短少少嘅信心。佢覺得行信仰條路可能好似蒙查查嘅，不過神係會睇住。感恩聽到佢經歷到，因為呢位嘅主，呢位嘅神其實好了解今日，甚至好似佢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嘅新人。神願意都係經過一切嘅你同我都可能會面對嘅客西馬尼呢種嘅壓力，呢種嘅孤單，但係佢明白，並且佢更重要一點就係話佢嚟到神嘅面前去禱告。所以呢段聖經裏面，再讓我哋嚟到去學習到，一方面知道耶穌嘅人性，讓我哋知道上帝好注重人心靈嘅需要，並且佢樂於用同理嘅心同你交流。所以當你學習禱告第3個功課，禱告嘅重要嘅時候，就睇到原來我哋人同神之間，我哋交嘅時候，神係用緊一份同理心，因為耶穌基督佢經過呢啲嘅憂傷、困難、痛苦。耶穌喺聖經裏面，我哋見到多次嘅係描寫禱告係耶穌嘅人生一個好重要嘅部分，當中包括咗當耶穌喺啲重要嘅時刻嘅時候，佢會經常嘅嚟到去獨自禱告。路加福音6章12節裏面，佢話嗰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擺咗好多嘅時間喺度。我又講過啦，過去2年，我哋每逢受苦節，我哋都係一齊嘅去睇某段經文。我哋喺約翰福音17章已經即係睇咗2年啦，所以今年我哋咧跳一跳去其他嘅當中。但記得嘛，還有嗰個大祭司嘅禱告喺約翰福音17章，耶穌喺佢快要離開佢嘅門徒，佢快要受十字架嘅痛苦之前，佢為咗自己，為咗門徒，都為咗所有嘅信徒嚟到向父神祈求，去展現出並且耶穌嘅愛同埋嘅慈悲。記得嘛？呢個係我哋舊年我哋喺呢度咧所學會嘅。客西馬尼，耶穌用禱告去表達佢嘅掙扎同埋信服。呢個就代表咗今日佢係經常佢同父神。所以過去呢個星期，由上個禮拜日晚開始，我哋一齊嚟到去做同步靈修，一齊嚟到去思想聖經，一齊向父神禱告。到今晚咧應該係我都係鼓勵佢哋。琴晚有啲弟兄姊妹上咗嚟網上嘅，嚟到去參加祈禱會嘅，今晚照樣開放，好吧？我希望我哋呢個教會，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建立一個真係禱告嘅，同神一齊結連嘅關係。唔單止淨係你個人，更加係同周圍嘅弟兄姊妹一齊。因為有時禱告一個人真係唔會表達。今日耶穌讓我哋有弟兄姊妹喺身邊，我哋能夠有禱告代禱嘅勇士，有代禱嘅計劃。我哋由年頭開始計劃，咁要實行㗎啦，係咪？
我哋今日有機會實行，一陣間咧，我哋會分開有其他空間俾大家入到去。你一方面將你嘅掙扎去記低，一方面你將你嘅代禱嘅需要寫低，然後我哋可以帶到嚟一陣間我哋領聖餐嘅過程當中嘅時候，我哋當中會有一啲嘅領袖人會為你禱告，我哋希望我哋去學習禱告嘅重要。無論喺任何嘅困境當中裏邊，我哋都用禱告做第一個反應，唔好做最後嘅反應。好多陣時都係話祈禱，哎呀我試過呢樣又唔得，試過嗰個唔得，揾過呢個唔得，揾嗰個唔得，最後都不如禱告啦。呢個係個錯誤嘅做法。讓我哋將禱告作為第一個反應，鼓勵我哋每日或者喺我哋屋企裏面，我哋都有啲鼓勵，個人嘅時間又好，一齊嘅時間又好，電話祈禱嘅又好，一齊嚟到去求神嘅引導。因為點解？因為我哋知道上帝有佢嘅旨意，所以最後係信靠神嘅旨意。我哋邊提到嘅重要嘅地方就係，因為耶穌最終佢信服神，佢先信服神，以致到佢會能夠知道並且會信得過神嘅旨意，會信靠神嘅旨意係會成就。耶穌亞西馬利嘅時候，佢教導我哋，即使前面條路好艱難，即使你可能覺得神嘅計劃，可能你好似冇諗過。有啲人同我講話，我真係冇諗過嚟加拿大，唔知點解嚟到加拿大。有啲人話即係我哋嚟得多倫多啦，好多人去咗其他嘅城市都想嚟多倫多。我嚟緊5月份咧，我今次認識嗰啲朋友咧，我起碼拿上手都起碼有4、5個話嚟緊5、6月都會嚟多倫多。我話你多下我啦咁啊！但好時佢哋話真係唔知點解當初咧會係去邊度啊？去 Saskatoon， 去咗 Regina， 去咗 Winnipeg， 去咗 Calgary， 去咗 Edmonton，Edmonton 係零下幾度啊？唔知，隨時係零下3、4度啦，一個冰封嘅地方。但我又記得咧係 Edmonton 有間牧師咧，佢寫一本書，佢話就係咧呢個好似呢個凝固嘅一個地方，竟然可以凝聚咁多人喺教會當中。因為我相信咧，當我哋去信服神嘅時候，任何嘅地方、任何嘅艱難嘅道路咧，其實你都會尋求到神佢嘅旨意。所以我咧鼓勵喺中間裏邊禱告或者聖經裏邊經常都會帶嚟有好多嘅提醒，好似喺馬太福音裏邊去提醒我哋，將我哋嘅憂慮交託俾神，不要為明天憂慮。一日嘅難處，一日就夠。讓我哋去懂得一齊去交，將我哋嘅掙扎帶到去神嘅面前。總結頭先同大家講過嘅，喺今日描寫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經歷底下，會帶嚟俾我哋有4方面嘅提醒。人冇錯，我哋知道人可能唔多唔少，你都要面對孤獨、孤單、背叛等等嘅遭遇，但我哋認識到耶穌嘅人性係要表達俾我哋知道，上帝佢注重人心靈嘅需要，所以你心靈嘅需要，耶穌會用佢嘅同理心喺禱告裏邊同我哋交談，我哋可以用禱告嚟到去同佢聯繫，並且我哋要學習去信靠神。首先，我哋去信服神，信服神先。耶穌基督佢就係咁做，佢話不是照我嘅意思，只係照